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利未记第26章34节到46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到第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要爱世界。圣经说不要爱世界是必须要有清楚的定义的。在环保意识抬头的今天，我们所强调的爱世界，如果没有被定义清楚的话，可能我们会误认为这个说法是互相矛盾的。在环保议题上，我们称爱世界，是要爱我们所居住的环境，爱我们身边所有的动植物，爱所有的人们。如同前几天发生在土耳其东南边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这个7.8级的大地震所造成的这个灾难。土耳其以及叙利亚已经有超过1万多人的死亡发生。那基于人道的精神，我们也看到全世界都纷纷派出救援队来协助这个赈灾的救援。这是所谓的爱世界的表现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不要爱世界，这是指的是属世的恶以及撒旦的作为，是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人们。利未记26章这样说，这样土地就能完全休息，享受你们住在那里时不肯给他的休息。在你们流亡到外国之后，土地将因荒废而得到安息。这是上帝的命令，要人们不但要守安息，也要使别人安息，更要能够使土地得到安息。这个诫命是爱土地、爱世界的诫命，让土地完全的休息。这是过去台湾农业所没有做到的事。过年的时候有机会回到鹿港，住在教会兄弟的家里，兄弟在有一天就带我和牧师娘到田里面去摘采这个荷兰豆、甜豆以及扁豆。事实上，这些的收成是因为休耕时期所种的绿肥。其实这个就是现代农业的概念，但这也正是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早期就出现在圣经里面诫命的要求，我们要爱土地。这个土地就是上帝所创造交在我们手中管理的土地。然而世界的想法却是想办法要榨光土地的价值。像过去台湾的农业所标榜的是1年3收，这是学习了世界的贪念，因此也使得土地无法充分休息，而显得非常的贫瘠。不要爱世界就是这样的概念，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不要学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的作为。从我们台湾农业概念的转变，我们看到了一件事：政府在面对过去的政策的错误，台湾在这个
农业专家李登辉总统时期的带领之下，承认了过去农业政策的错误，然后做了极大的政策修正。这个修正就如同利未记的经文所说到的，但是你们的后代将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也承认祖先的罪过，因为他们抗拒了我，叛逆了我，而我来对付他们，把他们放逐到敌人的土地。只要你的后代知道谦卑，为自己的罪过和叛逆接受惩罚，我就会记起我与雅各、以撒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重新应许把土地赐给我的子民。所以基督徒要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来脱离世界的恶，离开世界的价值观，要真心的爱土地，爱人们。约翰一书2章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写给你们，不是新的命令，而是旧的命令，是你们一开始就领受的。这旧的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信息，然而我写给你们，也是新的命令。这命令是在真理上，在基督的身上，也在你们当中表现出来。因为黑暗正在消逝，真光已经开始照耀。这是旧约的诫命，也同时是新的诫命。因为人们总是忘记，或者是没有去遵行上帝的诫命。这诫命是上帝的命令，是那一些受呼召的人以及基督徒所需要去遵行、去实践的。遵行上帝的诫命可以帮助我们离开世界的价值观，离开世界的恶，是上帝给我们的要求，也是他的帮助。这正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方式。圣经说：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赦免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已经存在的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胜过了那邪恶者。孩子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天父。父老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位从太初就已经存在的。青年们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坚强强壮，上帝的道活在你们的生命中，而你们已经胜过了那邪恶者。圣经又提醒我们，不要爱世界，或者是任何属世的东西，因为你们爱世界，你们就没有爱天父的心。一切属世的事物，好比肉体的欲望、眼目的欲望和人的一切的虚荣，这都不是从天父来的，而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正在消逝，但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，要能够离开世界，脱离世界的价值观跟诱惑，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跟随上帝的价值观，才能与上帝的慈爱同行。因为我们只有全神贯注的定睛在上帝，才能使我们避免
这世界的诱惑，也才能真心的爱上帝、爱世人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光影，照亮这个世界。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行为无可指责，谨守上主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听从上主命令，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上主的道路。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的法律，要我们切实遵行。我多么盼望我能忠诚遵守你的法律。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蒙羞。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，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律，求你别丢弃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遵守诫命，也因为如此能够与主同行，远离世界的诱惑。我们也为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的救灾祷告。虽然已经超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时期，也恳求主上帝赐下怜悯与救恩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